这一箱一箱的成人尿布，拢是要捐予东区永民之家以及部分大热弱势朋友。因为物价一直起，对着平均2点钟台换尿珠的家庭来讲，已经是真沉重的负担。对此，伫中校里长5000安的引荐出行，但药局汇集各界爱心，捐出400箱的尿珠予东区公所来运用，展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另外，台湾伟达嘛赞助20箱淡的棉纸，14号拢由区长代表收件，中面运行。这些物资我们都会捐赠给包括我们区里面有需要的一些弱势长辈们，以及我们这次也特别的捐赠给我们的荣家我们的荣民之家。那另外我们也发现，就是在我们的西北的部分呢，相对的社会资源比较稀缺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跟我们的一个大内区公所来合作相关的物资也会送到大内区公所。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循环。那透过大家这样子的爱心然后能够聚集，然后聚沙成塔然后汇流成河，然后把这样子的爱心化小爱为大爱，把它传播出去。台湾今年2025年就会开始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就是有1/5以上的人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那我们会希望这些长者除了活得比较久以外，也可以活得比较有生活品质，然后也有比较好的照顾。那所以我们这次才会促成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方案。那我们长期也是在一些社区做一些卫教讲座或是一些公益活动的推广。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在进行更多这些的公益活动，这样。该爱心公益行动伫这些民代贵宾的见证之下，台湾药局嘛甲东区区公所签订灾害防救支援协定，提供民间的物资予灾民避难收容来使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协定，我们都知道，在灾害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受伤的情况那大医院或是中型的地区医院可能会挤满了一些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病患，所以希望透过我们台湾医院台湾药局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协定的签订让能够在民众有一些小的受伤或是一些皮肉伤，能够第一时间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处置反正东港天气虽然冷叽叽，不过会场内却是充满爱心、笑呼呼。正因为政府资源有限，不过民间力量无限，特别伫过年前抛砖引玉，希望号召更加侪市民加入公益行动。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